乡亲啊，咱即摆即个电视的镜面，方便互大家看风台上新的状况。讲阴暗的8点就会来发海上的警报。这个相关的消息，等一下咱来报道。咱先来看新加坡一个大学法律系毕业生，3个月前，家己一个人到台湾来度假，但是煞伫个要离开台湾的前一天，互发现伫个花莲离奇渡水死亡。根据着新加坡媒体报道，这个女大学生的爸母，伫个代志发生的2个月后，到台湾来领取着查囝的死亡的证明。经过花莲地检署来判定，女大学生是意外落水死亡。妈妈是真艰苦，讲这是伊的查某囝第5届到台湾，但是是头一届自助旅行，可能是因为对海边的地形无够了解，才来发生着意外。在这个花莲新城海边啊，一个高薪来台湾旅游的新加坡大学的毕业生，4月份来台湾度假时阵，煞伫离开台湾的前一天，去互发现伫花莲渡水过身。今年22岁生妹女大生过身超过2个月了后，爸母为新加坡飞来到台北了解案件。女大生的老母表示，检验报告是遗体无大外伤，判定是意外落水。因认为讲查某囝是外地人，对地形也有海中的时间是无了解，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去互海洋冲去，或者是意外落水。女大生的爸母又讲，查某囝未晓游水，可能是无细力跋倒了后，才去互海洋冲去。海巡人员接到通报，当时就马上出动救援，无奈最后生妹女大生也是救无活。根据花莲地检署公布的验尸证明，判定伊是意外过身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